補習導師要有效地協助 SEN 特殊教育需要小學生預備考試，關鍵在於放棄盲目操卷與死記硬背，改為運用多感官教學，拆解步驟及建立時限意識的策略。導師應針對學生的具體障礙，如讀寫障礙、ADHD 或自閉症譜系，調適溫習環境與答題技巧，協助他們發揮潛能。以下是專業的應試協助指南：一、環境與節奏調適。番茄鐘溫習法，SEN學童，特別是 ADHD， 專注力時限較短，建議採用溫習15分鐘，小休5分鐘的循環，維持大腦高效運作。減少視覺干擾，溫習桌上只放置當科溫習範圍。導師可用白紙遮蓋練習簿的其他題目，一次只讓學生看到一條題目。建立具體獎勵，利用代幣或貼紙機制，例如完成3條文字題可獲1個印章，集齊後可換取小文具或5分鐘自由時間，提升動力。2、學科溫習技巧。讀寫障礙 dyslexia 多感官識字，用熒光筆畫出關鍵字、題眼，利用字卡、圖像或口訣記憶英文字母組合或中文部首。口頭對答，先讓學生口頭回答題目，確認其理解後才要求寫下答案，避免因認字困難阻礙思考。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 ADHD 動態學習，允許學生一邊捏壓力球，一邊背誦，或將溫習內容變成配對遊戲，讓他們動手操作。步驟清單 checklist 將複雜的題目，如數學應用題，拆解成1圈出數字，2找出關鍵字，例如共、餘下，3列式等具體步驟。自閉症譜系 ASD 視覺化日程，用圖卡清楚列明今日的溫習流程，如中文默寫、數學練習、小休，減少因未知帶來的焦慮。文字化規則將抽象的考試規則具體化，例如檢查代表用手指逐個字指着讀一遍，而非單純坐着看。3、模擬考試與時間管理實施調適安排。如果學生在學校獲准延長考試時間，通常為25%，或讀堂讀出試卷字句，補習時應完全模擬該安排。配分時間練習，用計時器訓練時間觀念，例如全卷45分鐘，教導學生分配5分鐘做選擇題，15分鐘做長題目，並預留最後5分鐘檢查。答題策略優化，教導先易後難原則。遇到不懂的題目立刻劃圈跳過。4、家校切記在同一題支援正向言語激勵。SEN學童常因學業挫敗而缺乏自信，導師應讚賞其付出的努力與具體行為，如你今日好努力圈起所有題眼，而非單純看分數。課後與家長緊密溝通，分享有效的指導技巧，如家長在家中如何用同一個口訣督導復習，確保教學連貫性。